同志们有大家安坐，我是希丽丽，欢迎大家到礼拜六日准时的早晨9点半，向下同明路头前，向下来收看客家千新闻的明路直播。今日早晨出现老辈爱开始来上班嘅下呢，真是知道出现老辈就係眼发发嘅。今日各地氣象局等來特別提醒大家，現時全台灣有道演示，既然對亞道素材呢發布為高溫資訊。先來看到氣象局網站當中呢，現時有兩種色。頭一呢，先來看到大台嘅天氣，現時呢也個新北市係呈現一種黃色的一種高溫資訊。另外呢，減嘅色的部分包含嘅台北市。另外還有花蓮、台東，還有愛島、鳳頭島、福壽島亞道素材呢，現時係發布為一種減嘅色的高溫特報。也就表示講亞道素材呢，今邊亦有機會會出現36度較高嘅高溫天時。啲亞鄉親朋友到野餐時間呢，天操愛加濕到嘅水唔好熱到嘅。另外呢，天時資訊人嚟關心接下來嘅另外一種天量預報圖。等一下呢，就會看到一下中央氣象局當局呢，就有針對亞道目前嘅素材來發布亞嘅今邊會落雨嘅情形。先對蘋果日報亞片向下來看，今邊呢蘋果日報先來關心有關天時嘅資訊咯。亞片就有講到，今邊呢日頭全台灣各地係熱發發嘅，各地有可能會超過36度。另外呢落雨嘅部分，冬至過後，鄉親朋友愛降心土北部和個東北部天氣，山區嘅素材有可能因為對流發展起來嘅，各地會落雷陣雨。故所呢，就來看到氣象局亞片呢，差唔多啲較減山嘅素材會出現一種個落雨嘅情形。故所呢，全台灣現時對北東南，除咗講有一種簡單水藍色以外，差唔多啲東北片、基隆北海岸韓國呢。南頭天氣較減山嘅素材，會有一種黃色、冇出橙色嘅一種落雨嘅情形，也係差唔多對今邊8點一直到暗晡8點嘅夜餐時間，因為對流發展起來嘅各地天時可能東周邊呢會較唔穩定，也係今邊一開始呢先提醒鄉親朋友嘅天時方面相關嘅資訊。接下來客家千新聞帶鄉親朋友繼續來看到其他嘅報紙。今邊呢先來看到中國時報。中國時報今邊愛對嘅內頁，也就係 A2 嘅版面開始來看。現時呢先講到嘅，左邊呢新型冠狀病毒嘅肺炎，國內冇新增加確診病例，韓國國內連續54日都冇出現本土病例嘅。嗰種呢天公儀式禮拜日，國內就會開始大規模嘅解禁。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就講呢，大家還係愛做好防疫新生活。左邊呢，今日像講少用嘅，佢講亞博嘅近來提醒大家愛維持社交距離，係個冇辦法維持社交距離，鄉親朋友就愛注意嘅，愛隨時帶定作業咩。故所呢，陳時中左邊今日像講少案呢，佢講亞博嘅近來提醒大家愛保持社交距離，愛接細數，韓國呢愛做好按度防疫的防疫新生活按度嘅相關規範。佢講自家就像係嚴謹用嘅，當然按呢面面線線緊提醒大家。唔過呢，陳時中講也還係實在大家愛注意到嘅按度物嘅，唔好因為平庸嘅韓國呢全台灣開始解禁，大家就害態嘅。一片呢，看到中國時報嘅 A2 版面標題係下定，台灣天公儀式就會大解禁，推動防疫新生活。係個亞太雜嘅標題係下定，邊境愛開始並用嘅。我哋優先做到嘅部分係研討，係個經濟、貿易同醫療業嘅部分，我先優先並用。出來看到，同並用上烏來台灣亞度規定呢，指揮中心就會規劃。焦點國家嘅風險來本，比如講當代風險嘅國家，上5人士來到台灣，本單呢幾條入境過後，會有幾家檢疫時間為2禮拜，接下來會對一個日曆嘅日數開始來改變，本單為14日，唔過接下來呢遊客並用嘅，故做一條日數就減少到5日天。較大風險嘅國家就會減少到10日，也就同本單嘅2禮拜14日來比，遊客減少。現時上烏來台灣嘅部分呢，還係會用幾案來處理。國家同國家嘅開放，還係愛看
接下來嘅疫情係樣嘅，再個來聽，頭一擺來開放嘅天熱島呢，一條國家有可能係紐西蘭、越南，一條可能係開放嘅天熱島。韓國呢台中運輸嘅部分，鄉親朋友要提醒我，指揮中心接下來呢唔會再個聽規則咧，鄉親朋友係講去坐台中交通運輸工具，是愛做得保持社交距離，就唔是帶作業咩呢？唔過呢，提醒大家拖上下班也條呢時間和尖峰嘅時節，還係愛帶作業咩咯？一片就有講到嘅，建議民眾拖春日出門嘅時節，作業咩前後還係愛隨身帶定，愛用到嘅時節將有好用。接下來帶鄉親朋友來關心詳細嘅新聞報道。關於從韓嘅領空境，你下介紹家庭人數有429個人。是要求核准頭一天關殺武漢肺炎空氣感染試劑實專案基礎，所以同抽血療後同血分離，個同血清血漿啲套試劑後搭配反衝擊體，短短10到15分鐘實實啲結果，全空率90%較高，對健美體系入價實自家量產。藥證拿到了，那自然就會有一個名字了嘛。好，那我們 sales 不會是刻意就去公布說哪一家。官隊對6月初期起始會解除進度限制，國家未經關心邊境管制會開放轉機離港模。佢哋部分指揮中心表示，因此轉機唔滿入社區，所以同入境離客還有轉機嘅離客通線分開來，做到起價是實照航空公司嘅需求來做討論。因為過去轉機的旅客跟一般入境的旅客其實是混在一起的。好，那因應未來長期或者是常態化之後，那我們先做這方面的準備。那等時機適當，那整個這個社區也都很穩定的安全等等，我們再做一些演繹。其實日常防疫期間，關於疫情是當緊張，當中有一道群體感染個案，運用上有效嘅進行疫情防堵，為落嚟嘅係日先同幕後進行疫情調查嘅防疫醫生。今頭一拜托記者會香港，喺段期間調查最困難嘅係台灣頭一天死亡個案。當時我們第一時間就要決定我們該做什麼調查，然後也要跟家屬做疫調。那在那個時光，因為家屬又剛親人過世，他的心情是非常不好的，又要這樣子一直問他一些問題，其實我們也是心有不捨。等下關於做下有一些世界防疫醫生團隊，同疫情期間，除了是去武漢實體奉查，然後第一時間對確診個案來做了解。防疫醫生認為，全國單位退休還有患者、家屬同接觸個人，要跟配合，將實地成功防疫。記者吳亞儀、錢立峰台北報道。籌備指揮中心嘅記者會現場呢，韓當邀請到防疫醫生來到現場，同大家共下來分享同亞博嘅，為到愛控制疫情有哪條要注意到嘅素材。其實亞團過程當中實在係當辛苦。鄉親朋友，因為呢也下愛防疫新生活，故作還係要當到嘅素材，大家要驚心，千萬做唔得要辦事海態。繼續來看到嘅係聯合報。按照孫寧嘅下講到嘅搶錯台中運輸工具，接下來會有變用。因為呢聯合報也片頭版下背就有講到嘅，全台灣天公意思愛開始解禁嘅，故作有可能國內嘅理由會大爆發。有關嘅坐松鐵嘅部分，台中運輸工具，天公意思坐高鐵、冇坐台鐵，大家做嘢咩？做得簽時拿下來開始食東西嘅。不過鴉片呢指揮中心還係提醒大家，東西食了後，做嘢咩愛夾帶好來喲。6月初期，天公意解禁過後，有到從傳統點嘅也到，本單病嘅也種夾病，還係愛有喎。另外，從錯嘅位數愛保持社交距離，不過呢唔會再過來限制講傳統地度人客嘅人數，因為先前呢就有講到，包含婚宴會館呢本單是有講，青島用那麼多253人出貨嘅，唔好繼續加多，但種族嘅差唔多湊到83人，安尼就好嘅。接下來呢，就會天天嚟變用嘅，是愛做好社交距離，大家離下遠啲嘅，還有做到實名制、實聯制，就唔會再個繼續限制人數。韓國鴉片下背，嚟看到台鐵、高鐵，天公意思就會恢復到差嘅地度，會有也嘅開始賣東西、賣便當。台鐵新市強好，鴉片呢就會恢復連續假日，會開始來賣本大家企業票，故作鄉親下來投大茶單的時間呢，就做得買到有位嘅票，韓國呢企業票，同時買嘢到位。
鸦片没有讲到一병茶诶，接下来呢，企业票最多有限制，也就是120种，一个5月节起始就开始使用。有涵盖到有关大众运输爱基金最多的部分呢，带乡亲朋友来看到新闻报道。特别车头街台铁潘博本店今日幾間來賣，今年逢節台鐵兩晚行係經濟套車子都是東西，台鐵潘博小數量未下降差唔多2成，今年對年初期期世界逢節成成8，台鐵為開放，除了呢暫時行係帶咗 M 6鐵半，土地車控恢復賣台鐵潘博，地卡美斯頭保持下高距離下，拿撇咗 M 是東西。我们还是会请我们的乘務人员来加强巡視车厢。在旅客如果是隔壁座没有旅客，或者是隔壁旅座有佩戴口罩的时候，那是也是可以开放饮食的。疫情是有舒缓，理论上是 OK 啦，真的是比较方便了。台灣高鐵今年頭2月初起始開放地卡頭車道是東西，因為之前汽車街賣小診療服務，為對2月初起恢復，指定車標未為開始賣環保，高鐵附近地卡要保持下高距離，這樣子是東西。外送被世界公車車距未為同時有條件開放。上公車的時候要戴口罩，進到捷運閘口要戴口罩。至於你進去之後，在車廂或站內，如果你旁邊可以維持社交距離的時候，可以不戴口罩。還是守着，如果沒有辦法保持社交距離，都要把口罩戴起來。尤其進到產站內，我們希望還是量體溫，戴上口罩。特別車轉公司咪講，2月初8日起始，立刻間同一站同無法度保持2.5公尺下高距離嘅時，停出來戴咗 M。特別是4時未能宣布，民眾坐公車同上車嘅時愛戴咗 M， 上車了後那係保持下高距離，就是得拿配咗 M。記者綜合報道。全台灣天公意思就會開始睇基金嘅，鴉片聯合報下背沒有講到嘅，有關先前呢各界都當關心，一個馬祖婆愛出巡。先前就近來討論過，因為人數提高到位，來參加出巡的鄉親，驚怕佢哋係對那片來嘅冇辦法當清楚嘅咋做嘅多。聯合報鴉片就有講到嘅，馬祖婆嘅出巡呢，前年15月就會開始來舉行，鴉片各地嘅舊廟未陸續開始來規劃舉辦嘅時間，現時有條廟市聽到前年15月會開放開始出巡。也係聯合報下報鴉片有提到嘅按多執行，繼續嚟看到嘅係自由時報。自由時報針對一個國禮基金有來提到也學生嘅，因為呢亞報嘅開始愛多嘅學生嘅畢業季嘅，有當然可能愛去參加畢業比賽。唔過呢先前因為疫情較緊張，有當到關於嘅措施都有限制，接下來呢有可能同學生嘅國民旅遊嘅部分開始有當到大規模嘅基金。一篇就講到嘅自由時報標題係寫19歲以下暑假時節做得去到全台灣22間遊樂園了50錢呢。一篇有講到高中以下嘅學生嘅呢，也就係講我今年嘅應屆畢業生，佢哋做得免費無限期多擺，做得去到全國22間嘅遊樂園。大家咪相信，像觀光局呢就相信也會成為推動國旅遊嘅大力度。係個乜解按照合乎為到100嘅學生嘅呢，一篇咪有提到嘅，就係到民國90年7月初一。過後呢，出世嘅學生嘅，佢哋就利用100嘅一種學生嘅國禮大基金嘅一個優惠措施。韓國嘅交通部沒有講到交通部長佢哋推出嘅100針對學生嘅來作為國禮也按優惠呢，卻按照自強存按度方案。就因為有先前向學生嘅，佢哋考試過後，再因為疫情想要出去表演下嘅，心情要做得表送下嘅。唔過，再因為疫情冇辦法出去留了，接下來關於疫情下跌咧，就推出了一種自強存嘅方案，希望我擴大加入到國中生，還有呢高中生，暑假期間做得無限期多擺，去到全台灣22間嘅遊樂園來遊覽留了，希望本大家享受為到做學生嘅、做後生人要結歡喜嘅，也係自由時報關心嘅部分。韓國人呢同樣講再度鴉片，全國現時嘅確診人數，自由時報出來報道講，現時全球有667萬確診。還有其實就現時有另外嘅媒體呢，網站嘅寫到
全台湾确诊人数强拍比20数目是加动多，现时全世界有683万的确诊人数。最厉害的就是现时全世界大家同关心的是拉丁民族的疫情，而我们看到拉丁民族现时呢，天灾大国家是巴西，一下的疫情实在比先前还较厉害的。欧洲疫情又较得台湾，天天的解封嘅时节，当地嘅建议秋冬季节嘅拉丁民族感染同死亡嘅数目是继续恶化，喺新冠病毒嘅新疫情中心。总人口2亿1000万人嘅巴西从事嘅死亡同胞数目是超过34300人，超过意大利喺全球第3個嘅國家，單日新增加病例2.6億創下新高，總確診人數喺排第美國背後喺全球第二。就算按樣對防疫封鎖令知道無馬界嘅企業派總統保守南多初三愛送嘅人士對同期有無強有困法嘅主總上負批評。Está acontecendo no Brasil ultimamente, com essas medidas que estão tomando aí, tá? Pobre está ficando miserável, classe média está ficando pobre. Está ficando todo mundo igual no Brasil. Veja, nós temos um problema na economia e uma crise na economia, porque nós temos uma crise de saúde pública, a mais grave da história da nossa geração. 美國嘅孔健普初三公布死亡人數係1093人，係先前最高死亡人數嘅2倍啦。總死亡人數超過47300人，係全球第7個。同步嘅總感染數目是超過41300人。不過驗證檢測能力有限，實際感染數目是可能比同步嘅還較高。美國是屬新冠分查嘅醫院病床已經有81萬。美國嘅美國篩查自從入重要嘅供應鏈，跨境成立規模達到150億美元。喺美國嘅壓力下，美國1禮拜半篩查深入重啟，不過受感染狀態，不但為之普遍用沙高企理嘅計劃好點點未公停下來。阿根廷岸上我哋初次結束嘅封鎖隔離期，同向完成評估過後，初次嘅天幫中到2022嘅人。Si nosotros comparamos con el resto de los países de América del Sur, la verdad que estamos relativamente bien. 阿根廷同烏拉圭都係南美洲國家當中實施強制封鎖嘅國家，疫情嘅控制明顯比其他國家還較好。確診病例有19268件，死亡人數係588人。同時有一群左派嘅服務團體喺孔健普門前對卡登派嘅示威，要求進行全面性嘅檢測。孔健普副部長當日嘅記者會控告，夾到基建啲行卡道嘅沙機，未加微波嚟做檢測嘅，記者無非會表現。有關呀 COVID-19 武漢肺炎嘅疫情呢，近比就對國內看到嘅國外也下全世界疫情嘅發展，係講呢因為也下全台灣疫情嚇得咧，下年禮拜起時呢，指揮中心會同一個記者會改做逐禮拜開一擺。希望鄉親朋友想愛得到下個新新聞、新鮮嘅資訊，還有有關疫情嘅新鮮發展呢，都在提醒大家呢，上到下個新新聞嘅面書粉絲頁 Facebook 檔口同下個新新聞企業網站，就得到呀下個新新聞嘅新鮮資訊。還有那時我哋開記者會呢，會同網站檔口隨時來同鄉親朋友公布。下晝2點再會。下個新新聞，下個 live。本清醒嘅疫情資訊，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新鮮發展。請收聽下個電視 YouTube 網站 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下個新新聞。